菠蘿讚好一齊譯集。第五心法自信。我一直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好有自信嘅人，所以我唔可以教人自信。但我發現，當我做熟悉嘅事，我會好穩；而陌生嘅事，我就會緊張。出錯，冇自信，唔係因為你唔得，而係外界嘅批判、內心嘅否定同埋經驗不足。越驚就越錯。後來我唔再追求，我要有自信，我就改變做事方式。第一，好奇心，我唔再問自己得唔得，只問想唔想了解。第二，勇氣，因為有好奇，就算唔夠都肯試。第三，低預期，唔要求做好，只要求開始。第四，冇所謂，輸係正常，輸唔代表失敗。當你試得夠多，陌生會變成熟悉，自信慢慢就會出現。